先生，你想報咩團啊？美麗華旅遊個個團都咁好玩，就梗係玩晒全世界啦！長江三峽大壩景色壯麗，氣勢磅礴，乘坐總統旗艦號穿梭長達76公里嘅西寧峽，品嚐重慶鴛鴦火鍋風味宴，每位只需5099蚊起。日本北海道四季分明，想睇到秋日紅葉嘅醉人景色，北海道稻央王牌精選5天團就啱晒你啦！除咗睇靚景之外，仲會喺溫泉酒店享受露天溫泉樂，食時令水果，再去埋離小路購物街盡情購物，每位只需8399蚊起。為沉悶嘅生活帶嚟驚喜，東歐10至11天精選團暢遊克羅地亞16湖國家公園，欣賞斯洛文尼亞嘅碧湖壯麗景色，體驗東歐風情，每位只需9999蚊起。哥斯達郵輪呈現 Costa Classica 經典號，一次過暢遊中、日、韓3大城市，欣賞自然美景，體驗亞洲歷史文化，帶你一個精彩假期，每位只需6799蚊起。想每日都置身喺陽光、海灘同椰林樹影之中，關島4至5天自由行套票絕對係超值之選，各式各樣嘅水上活動刺激又好玩，包直航往返，每位只需4499蚊起。若果要了解更多旅行團、機票、酒店、自由行詳情同報名，可以打旅行團以及郵輪報名熱線82002299，自由行熱線39600333，又或者去到我哋各大分行查詢。